干嘛一亩？我跟你讲，哎，干这边，干这边，我把到位。啊，俺们啥吧？哎，你把到位，咱们的。1, 2, 3, 4, 5. 我没到，有了我没到。啊，我那生意我那是。如果我不下班，我给你。当然。我那不要阿伟。没了吧？也提价，俺们说了，俺今天我那把提价。不愿意，你家有。啊，今天俺把养不住。我那干我的木。俺不干木。我咱给。俺不，这啥不住？这啥不住？哎，我这个混家住。对了。对了。你不当面还是？你不当面还是？哦，还有什么原因？